江宜国搭美菜印度东区现后山国主体体，迄印度的体上太上司，然后有1600万撒。从西元1772年到1911年的140年间，江宜国搭一直是英国殖民时期的首都。也在上市一直是印度近代教育、科学、文化、老政治的中心。到了下共用保存的大量当时遗留下来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塔巴村的英文名是 Tangara， 在江宜国搭东片上。是一张以客家人为主的社区，目前居民人口有1000人左右。这是印度国内方言称道的地区。行入塔巴村，方言的建筑特色就是高高的围墙，然一闪闪的大铁门。也唔係無原因呢，方言做片也發達以後，印度的不法分子直接強迫炸起方言，印度的居民也會偷搶方言的財產，影片都留下怎麼有高牆樓梯鐵門安的特色。从17世纪就开始有方言陆陆续续来到印度，也偏客家方言的祖先大部分是广东话演员。该时节客家生活就当辛苦，倘到那片有好空的就那片去。他把了位的每一人客家人吼，差不多都100年以前哦，都太了解偏多了位来的。一下开始来了位呢，唔係先來塔巴了只素材，係先到該按到記得按到 Benedict Street 嘅該位做海，該世界為來了位，大約嘅原因係講，大約有2種原因，一種原因係講戰爭嘅原因，一種原因呢係因為講該位嘅先發學庫，因為下到山冇乜天體呢，所以呢是到該位出來侵先發原因。我1949年春天啊，中国内战我出来的，那是抽上来，抽了15天了，我们由香港抽上到新加坡，到一个槟城市，也才到印度加里国岛。來40多年啊！啲來到以後，也先我紅來嘅，我咪睇銅咯，係嚟生樹嘅，都淹到來啊，淹到3家來啊，水來嘅，按水就結果大都大嘅。佢哋依個禮拜咧賣啊，佢兩水就一餐賣，佢哋依個禮拜係冇得碌就冇得幾年。所以食燕梅嘛，我食你話唔食燕梅要黃做，嗌呢兩百咧，嗱即係到底唐山嚟佢總咩唯一兩年咯，嗌食嘅咯，政府唔掉掉去講翻佢個。佢所嚟到日講，要知翻都唔有講，多百200都唔知。除了十分辛苦移民到海外討生活咧，也有因為戰爭原因來到海外嘅。一批方言又都來到馬來西亞、印尼也到南洋國家，前年呢就來到印度嘅江宜國達。方言產生嘅時節有9萬人撒，但是在1962年印度與中國爆發斷槍邊界戰爭之後，當地方言人口就一年越來越少嘅。
使到嘉义各大的客家人打破传统客家人以港土为生的印象，佢哋係優秀的商人。所以先到按照本地区嘅为做海块海店，差不多经过几十年以后呢，就来到塔巴俩只素材做嗰种嘅批创嚟生意，咁差不多係到1960年代嘅時節就開始有批創嚟生意，到1970年代呢，了嘅批創生意時節做也好。皮嘅嘢嘅來源係水牛皮、老黃牛皮，牛嘅對信奉印度教嘅印度人來講係神聖嘅動物。再加上番人嘅做皮嘅技術較好，一家家嘅皮廠就安尼成立。青島嘅時節有220家。生意真係十分冇做，但係佢哋做皮嘅最太十分太直觀。因為買嘅人皮啊，因為肉碎皮啊，因為買材料啊，因為茶莊啊，事業太本錢起碼，沒話遇到本錢也冇辦法做。其實做皮嘅程序複雜，冇想象中的簡單。都是在這邊都脫毛啊、去肉啊，那邊是皮廠裏最污染的一部分，排水很污染的一部分。所以現在我們都搬到那個一個中心那邊，在那邊生產，擠水就把水擠乾以後，我們那片皮，就皮把它一層片成2層。那表面一層是拿來做我們做一般的皮了。到那個片完以後，我們這邊的卸銀就把皮卸得比較均勻，你要多少厚度啊，就可以這樣調整。卸銀再拿去染色油脂啊，油脂以後再拿來弄乾，弄乾以後經過好幾套空隙，弄乾以後再混塗。上顏色啊，上光啊，所以這個就是變成是成品的。就這皮革的成品。皮革的成品。隨着都市發展，塔巴從嘉義各大的邊陲變成鬧熱的中心區。高污染的皮業變成印度政府的嚴重擔，政府使用團體的手段威脅塔巴人西廠。這是佢哋努力半世紀的紀念。古時候當到身亡的塔巴人陸續移民到外國，大部分移到加拿大。100年前西來的客家人又開始西走的。I don't think so there is much development now because most of the tannery were asked to shift to another place, which is maybe see by shifting one factory to another place, they take a lot of money and the time. So and the manufacturing stops. So it is better for them to see what they are thinking. Why I spend so much money on that? Why don't I build this into a restaurant? So they change into tannery into a restaurant, and that's running now. So slowly all the tanneries has become a restaurant now. So what do you think is going to happen to Tengra? You think the tannery industry? I don't think so. Tannery, the big one will survive. The younger one is difficult. So if we tell everyone to go to a new tannery, then we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take over that place, Tengra. So in order to do that, I purposely asked the government to have a a China village or maybe a Chinatown.
so that the government cannot occupy to take over the tannery, existing tannery, or maybe the house or whatever it may be. That's why. So you have talked to the Yingding We have already government. talked. Then they came to see, and they came to see that the thing was not good enough. They are trying to make, so they are proposing. Now already 2-3 years has gone, nothing has been done as yet. 係嘛個年人他把了嘅客家人為越來越少嗬，其實原因係因為講了嘅經濟嗬行唔好，越來越唔好做生意。該批從嗬全都是好是為慣常類嘛，所以呢，了將原因是係造成講嗬了嘅客家人越來越少為移民出去。另外原因嘅上，嘛係因為了係環境行唔好。因為做片呢，嗰種係污染嘅問題係嚴重，所以造成了佢嘅身份嘛係冇按照嗰種係品質。仲往前有種語言係已經要在移民到歐洲嘅塔巴後生活，然後都好喺地條變天嘅睇嘢咧。係用呢邊嚟兩個人當盤，我哋歐洲嘅出來印度當盤加能到錢人嘅了，日本開始我哋打阿乜嘅按多年啦，見按到話係按潮 gathering 我哋可能15分鐘。塔巴人雖然離開塔巴，但是還係先出將來也未完成終身態勢。原來塔巴還係地條嘅國家。巴反映嘅宗教信仰也有啲唔同樣，大部分係喺佛教邊。要小心啊！你哋開始要小心。好，我們一路走到錯紅叉。印度嘅家也係佛教嘅發源地，當到佛教徒未來也朝聖。他要從60年代左右。塔巴客家人就開始在年節後向下去家也朝聖。但係一般人嚟一般都唔係話默嘅，當然閃前數運後，因為佛陀家呀就佛陀得透嘅地方，得透嘅地方，所以我哋就知道嘅，那就閃前數運後也一輕鬆，以前都上到嚟嘅拜佛，到嚟到嘅嗱。台灣人啦，國片人啦嚇，即係嘅旁邊有個專屬嘅金剛塔啊，金剛塔就會搬是咁樣嚟嘅，即係裏面有個太佛啲金剛塔都有幾百年嘅歷史嚟㗎，如果嘅出下來每天早上一早就去睇嘅鳥塔所以一個印度嘅到嘅就閃電數本後嘅。連呢件刀人就啲咧為80歲劉阿婆今年改訂將來過年嘅順義為家也拜拜。阿婆在塔巴辛苦嘅太平4年，10多年前太平4年嘅離開塔巴，移民到加拿大。
身强脚快来到肺入嚟，因為保護啲人司機我哋身體要健康，清潔平安，萬事如意，上岸多，出岸多，對嗎？19年後嘅今半夜，天拜轉到夜里，來到家也拜拜。沒有關係啦，你們走，你們走，走不怕。當場係在心肝底度追求平安，留心靈嘅歸屬感。จะไปเอาไหนถ้าเก็บไปอยู่ข้างล่างความสุขรักคนนิพพานซึ่งพระธรรมที่ทรงแสดงจงเป็นไปเพื่อประโยชน์เพื่อความสุขเพื่อมรรคผลนิพพานแก่ข้า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ทั้งหลาย轉到他爸村，當年高鐵嘅天就08年，8年我來到離間國家兩樣重要嘅행頭嘅主流嘅呢號就係愛知區，祭拜來印度嘅天就成為楊太者。3萬人以前嘅時候，同楊太早就來到大印度，來到印度嘅時候就跟住印度人需要英國人管，英國人也需要還有皇帝啊。皇帝就話好，呢地方送本，就佢帶來好多人來，帶有8個人來可以種渣，跟住我咪話種渣就做糖嘅喎，就也種渣就也叫也出嚟有8個有7、80個人，但本也印度人啊，被殺翻嚟，殺翻楊太就又到咗嘢，又帶過村人來，又就也就賺下錢，慢慢就話咧繁衍就慢慢從嘅來，中國來到嘢。當年就會來呀祭拜楊太者，老其所帶來嘅白光牌位，因為呀位原本當到水塘，故所罕比按到唐年白光。好多人啊！天就來到印度嘅祖先。當年就係在亞比上岸，開始反映在印度平地同大邊嘅辛苦生活。百年來，一片土地嘅人來來去去，不變嘅係日頭，肯定也對土地上嘅子民大邊嘅歷史。